各位朋友，今天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有些人走到哪里都觉得不满意，而有些人却在哪里都能活得自在？今天用2个故事说透这件事。有一位老和尚带着一个女人来到山脚下，他问这座山如何？女人看了一眼，说高大挺拔，很美。于是老和尚带她上山，一路走着走着，女人开始累了，烦了，开始抱怨这路怎么这么难走，石头这么多，树也不好看。终于到了山顶，老和尚又问她，现在这座山你觉得如何？女人说不怎么样，反而对面那座山看起来更美。各位，山变了吗？没有，变的是你的心。你站在远处的时候只看到表面，你走进去之后开始感受到辛苦，你站在高处的时候又开始羡慕别的地方。人生也是一样，很多时候不是你拥有的不够好，而是你总在比较，总在不满。人不是不幸福，而是不知足。再来第2个故事。有一个年轻人准备搬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，他去问当地一位老人，这里适合居住吗？老人反问他，你原来住的地方怎么样？年轻人皱着眉头说，那里的人很糟糕，人前一套，背后一套，我一天都待不下去。老人听完淡淡的说，那这里更糟，你不要来。过了几天，又来了一个年轻人，同样想搬来。老人同样问他，你原来住的地方怎么样？这个人笑着说，那里的人很好，很温暖，我很舍不得，但为了发展才离开。老人点点头说，那你来吧，这里的人也很好，你会过得很开心。各位，2个人来自同一个地方，为什么得到完全不同的答案？因为你心里装的是什么，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。内心充满抱怨的人，走到哪里都是问题；内心带着善意的人，走到哪里都是温暖。把2个故事放在一起，你会明白一件事，人生真正的差距不在外在环境，而在你的心境。你不满，世界就处处不顺；你知足，生活就处处可喜。你不是活在世界里，你是活在你对世界的看法里。所以别再一直问，为什么世界对我不好？你应该问的是，我的心是不是一直在对抗世界？最后送你一句话，心若光明，所见皆暖；心若阴暗，所见皆苦。